在几年前，高元宵为伫台南中西区黄河街运河边加出闹热，因为台南观光旅游的吉祥物鱼头菌变成大型的空气红仔，在踩伫水上，增加不少游客欢乐的气氛。伫元宵最后一天的演出，虽然落雨，不过嘛请民众穿雨衣，也爱驶来去上留念，嘛有找到家己心爱公仔，这会留下趣味的回忆。觉得特别有意义而且又是最后一天，让我遇到了，我很开心。虽然是下雨啊，穿着雨衣，可是我的心情是快乐的。有收集公仔，然后想说台南有展览这个啊，对，然后就出来看看，走走看看这样。就特别拿它跟他合照，就对了。对啊，有在收集这个。很可爱吧？就表示，这摆鱼头菌的水上展览，只要民众伫台南旅游的脸书分享甲鱼头菌的美好回忆，都有抽奖的机会。2月20日，就将抽出年年有余的限量福袋等丰富贺礼。咱的新闻，军旗采访报道。